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 BBC 嘅報導。兩名16歲少年喺倫敦東南部用大刀襲擊14歲男仔基利安博卡沙 Kieran Bacosa， 導致基利安重傷死亡。呢兩名少年近日喺法庭承認謀殺罪同藏刀罪。案件發生喺今年1月7號，基利安當時坐緊472號巴士返屋企，喺胡列治 Bullridge 被兩名兇手連斬27刀。兩名被告有案底。案發時，其中一人仲喺更生計劃之中。案件判刑日期定喺7月25號。法官話，到時會考慮解除報道禁令。基利安係2025年第一位死於倫敦刀械暴力事件嘅青少年。詳細新聞內容：兩個16歲嘅男仔影咗早前喺倫敦東南部一架巴士上，用大刀斬死一個14歲男仔基利安博卡沙。事發喺今年1月7號嗰陣，基利安正係坐緊472號巴士返屋企，經過胡列治嘅時候，被人斬咗27刀，當場中傷，送院搶救唔治。警方話，其中一刀斬斷咗佢嘅大腿動脈。兩個兇手年紀都係16歲，因為未成年，所以根據英國法律，法庭唔可以公開佢哋個名。佢哋早前喺奧卑利刑事法庭，參卑利承認謀殺罪，同時又承認攜帶利器。法庭透露，呢兩個人都有案底，包括之前喺公眾地方帶刀。其中一個犯案當時仲係緊社區更生計劃之中。法官馬克 Malucraig 要求為兩人寫報告，並且將會喺7月25號星期五判刑。案發當日下午2點半左右，緊急服務接報去到胡列治教堂街 Woolwich Church Street， 喺近渡輪碼頭一帶發現重傷嘅基利安，佢好快就證實死亡。案發之後，倫敦警方曾經公開閉路電視畫面，希望市民提供線索。今次開庭時，基利安媽媽喺法庭聽到對方認罪，忍唔住喊咗出嚟。其他家人都非常激動，有人呆咗，有人流眼淚。其中一位被告本來有啲猶豫，佢代表律師要求暫停程序，想再同佢傾下。不過之後個男仔都返嚟法庭，正式表示認罪。早前一次聆訊，控方代表湯姆利圖大律師 Tom Littlecase 透露，基利安出事嗰陣坐緊巴士上層最後排，兩個兇手上車之後，帶住好長嘅大刀，直行到佢面前。利圖話呢件事唔係即興犯案，兩個兇手明顯係有預謀，知道死者會喺巴士上面，佢哋一接近就即刻攞刀出嚟狂斬。整個攻擊過程入面，基利安俾人斬或者試圖斬嘅次數有27次，然後兇手就落車走人。其中一把兇器事後被人丟咗入泰晤士河。不過警方之後揾得返。領導案件嘅倫敦警察廳高級探員李莎拉 Desiations Sarah 表示，呢宗冷血、冇意義嘅攻擊對基利安朋友、社區，以至所有參與調查同埋檢控嘅人都造成深遠影響。法官仲話，到7月判刑嗰陣，會考慮是否應該解除報道禁令，容許傳媒公開被告身份。基利安係2025年第一位喺倫敦死於持刀襲擊暴力嘅青少年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